是会带歌嘛？对，带歌，然后到时候这个公导之后，这个庆典开始就交给那个就跟平一对。那奖学金你就交给那个于翔。对，我知道，我有跟于翔讲过了。今天台语跟华语都要调。好，因为今天是一塔。台语有一点。好大，你要调吗？你会？哦，我不要。这样子。对，稍微拌一下。哎，我的灯怎么不见了？
逐工拢是上帝祝福，啊，毋过咧，今仔日特别上帝甲咱三甲伫咧，每一工拢有主甲咱做伙。咱即马要礼拜的大圣，先来传递信息，请咱献开信息335首。信息335首，来，主的福音真道理，人人着听伊甲信，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第4节，但求信心来扶持。赞我心了那个天，世间受尽风恶名，专心对主无杀离。咱献开信息第2首，回应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456。来，耶稣的手扶持我，我的一片情，因爱那引朋友我，和我灵魂安宁，我留天堂的相遇，为改我心有梦。耶稣的手扶持我，请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耶和华的所在有权能甲欢喜。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
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伫列邦中就讲耶和华做王，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吟诗来学罗上帝，请咱献开圣诗335首，圣诗335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咱起立。咱游玩徛地来共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启应文28篇。启应文28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启应文28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我坐落去，我徛徛，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厝，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话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会识。我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夜看我，就黑暗也袂话夜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食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着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
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带我行另外的路。阿免。三甲同心来祈祷。将满满的爱赏赐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让我们能放下你的话是真实，你的应许是实在。求主帮助，让我们不只会听到，也可以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并且知晓将你的爱实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父上帝，我们的心也难过、悲伤。当看到花莲光复乡及附近受到严重水灾，使许多家庭遭受不幸，有失联的，甚至死亡的，很多住民家产损失惨重，家园重建困难重重。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感受到从各方来的爱跟温暖，有足够的勇气和资源，重新站立起来，在重建家园中找到生活的盼望跟喜乐。也求主保护在第一线帮助的人员，赐给他们安全、健康、智慧、体力跟能力，在困难的环境中完成搜救与清理的任务。天父上帝，我们也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跟赞美，你的扶持帮助，你帮助每一对夫妻走过每一个你赏赐的日子，有欢喜，有泪水，有学习到宽恕与忍耐，牺牲与无条件的爱。今天我们也要为结婚35周年到60年结婚周年的夫妇献上感谢，愿他们的家庭成为平安、喜乐与爱的居所。愿他们的身体健康，灵命成长，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恳求圣灵在今天的礼拜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透过圣经的话语，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在工作、学业或是家庭生活中，都能带着从你来的平安与喜乐。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将你的爱跟恩典彰显出来。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在宝座上的上帝。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乐团要用爱使我们勇敢和我们的爱来赞美神。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
手来，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灵魂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咱来看上帝的话，请咱掀开圣经以西结书，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2章，咱要对23节到31节，周报的后壁面嘛有经节。咱斗阵来看，我来读，请大家来看。今仔日是一长的礼拜，所以我要用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以西结书22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人子啊，你着对即个地讲，你是袂得到清气的地，伫大受气的日也无落雨伫你遐。伊中间的先知拢激动，亲像หิ口会使掠着所抢的物，因吞食人的神魂。抢人的货财宝物，互因的中间的酒馆的人搁较侪。因的祭司该带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所，无分别圣的甲粗俗的，也无互人分别无清气的甲清气的。搁目睭毋看我遮的安息日，我也伫因中间。受亵渎，伊的贵族亲像对豺狼掠着所抢的物，杀人流血，伤害人的性命，爱得到不义的钱。伊的先知亲像用花水甲因清白，看虚假的异象，用白菜甲因占卜，讲主耶和华安尼讲。其实耶和华无影讲，国内的百姓一味行压制，惯经抢人、亏负、送乡困苦的，无情理欺压出外人。
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人通来围墙，伫我的面前为着这个国徛伫破脚的所在，互我无招袂伊，总是拢是找无一个，所以我用我的痛恨拼伫因的顶面，用我大生气的火灭因，照因所行的报应，伫因的头壳顶。这是主耶和华讲的话语。以西结书22章23到3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这地说，你是未被洁净之地，在我盛怒的日子，没有雨水在其土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命，抢夺财宝，使这地寡妇增多。其中的祭司曲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与俗，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在他们中间，连我也被亵慢了。其中领袖仿佛野狼抓撕猎物，流人的血，伤害人命，为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他们粉刷，见虚假的异象，行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这地的百姓惯行欺压抢夺之事，亏负困苦和贫穷的人，欺压寄居者，没有公平。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种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上，使我不致灭绝它，却连一个也找不着。所以我把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之火消灭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愿神的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就是那一位。牧师正道的题目就是那一位。将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之所以能相爱，是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主，你的爱让我们可以彼此原谅，让我们可以和好。主，你的爱拥抱我们，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成长绽放的更让彼此，让更多的人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份感动。主，愿我们能够将你的爱彰显出来，也愿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管道，散播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主你所呼召我们去的那个角落，让每一个人看见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学生，是你的门徒。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许多人许多弟兄姐妹都在问牧师说：牧师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结婚周年感恩礼拜，多久办一次？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位牧师来到建城第一次举办，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呢是9年前。好，我们来这边才8年嘛，哈，9年前，所以今天呢是睽违9年，由礼拜部规划结婚35周年以上的感恩礼拜。这样的感恩礼拜并不是固定常态的，就是好像每几年办一次，下一次再办，不晓得会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每一次在办这样子特别的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要把握。这个日期的不确定，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每一对夫妻的婚姻的长度也是无法预期。一段婚姻能维持多长，所取决的因素相当的多。但是在时代的巨轮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强调两性平权，女性意识其实在20世纪末开始到21世纪，慢慢的觉醒的过程，确实让我们人类不断的思考，到底怎样的一段婚姻才是
理想的婚姻。我们回头看20世纪，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目前大约是60、70岁的长辈，那个年代你们在结婚的那个时代的婚姻观，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对于婚姻的期待，就好像传道书讲的，2个人总比1个人好啊。好，身为女性，比较多是被迫进入婚姻。所谓的被迫呢，怎么讲被迫呢？因为当时如果有女性，特别是女性，如果没有在适婚年龄进入婚姻，可能会被社会的期待下赋予一些异样的眼光。这个女孩子是不是有特别的，而且通常是负面的眼光？好，所以呢，就是为了，其实当时代的女性很多都是为了符合社会或家庭的期待，而不见得是符合自己本身的人生规划。当时的婚姻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看对眼过得去啊就可以了啦。甚至有的家庭是为了聘金聘礼，减少家庭的负担。至于婚姻关系会终止，通常也是因为另一半死亡，或是无法传宗接代，因着家族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被迫告终，这段婚姻被迫终止。时代继续往前推进，到了20世纪末，进入到20世纪末那个时候，也就是对于目前大概40岁到60岁这个段落的已婚的中生代夫妻来讲，教育水平快速的拉升，女性意识抬头，婚姻不再是一场无法回头的赌注。因此，婚姻关系的终结，主要是因为个性不合、外遇，还有家暴。家暴包括了除了我们平常比较知道的肢体上的暴力，还有言语上的暴力。这一些呢，其实这一些在过往，也就是在20世纪之前，其实都有发生啦。只不过在那个时代的女性选择隐忍，都是忍下来，能忍就忍，就是忍气吞声。但是刚刚有讲到了，从20世纪末开始，很多女性不再选择忍气吞声，我有我自己的主张。一直进入到21世纪，女性、男性平起平坐，表面上有越来越接近使徒保罗的婚姻观。使徒保罗的婚姻观，就是在以弗所书有提到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部分的夫妻都知道，到21世纪，特别像我们建成最近这几年都结婚的这些新人们，大部分的夫妻都知道要彼此顺服，这是大家都很普遍的一个概念，要互相尊重。但是呢，却仍无法做到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内在力量如果没有同步更新，那么新酒仍然是装在旧皮袋里。非基督徒是如此，很正常。整个社会、整个环境，离婚率节节攀升。但是很可惜的是，就连基督徒似乎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在整个现代的离婚率来看，许多的统计数字显示，21世纪婚姻关系的终结，主要是因为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婆媳问题、金钱观，就是财务管理，金钱观不同，还有信任感的破裂。当然了，过去谈的那一些，也包括外遇、家暴、酗酒、赌博等等的问题都有，只不过呢，更被凸显出来的大概就是生活目标不同、金钱观不同、信任感破裂等等的问题。或许大家会很纳闷说，牧师啊，你今天为什么要选这段这么沉重的经文呢？好像跟今天的这个结婚周年庆感恩礼拜很不搭嘎这样子。弟兄姐妹，其实婚姻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吗？我们按照新眼光读经进度来到了以西结书，也进入到了以西结书22章。牧师相信上帝必然有他要透过先知以西结来对我们所传讲的话。
在以西结书里面，上帝把他跟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婚姻关系，也就是一种盟约的关系。古时候的人呢，他们要用牲畜的血沾牲畜的血，他抹在自己的嘴巴上，抹在自己的嘴边，叫做歃血为盟，以表示双方呢诚信不渝。如果有违誓言，怎么样？就会遭受到神明的惩罚，就可能就像那个牲畜一样，就是死。旧约时代，上帝以燔祭牲的血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在新约时代，上帝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我们立约。旧约时期，以色列百姓在与上帝立下盟约之后，他们三番两次的违背誓约。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先知带头作乱，曲解上帝的律法，嘴巴上说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百姓们常常亏负困苦人，祭司也说没关系没关系啦，你们自己够用，这样子就好了啦。百姓们欺压寄居者，毫无公平正义。上帝与以色列的盟约，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婚姻出现了极大的问题。牧师在此列举3项就好。第一个，他们失去共同的生活目标。上帝喜爱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与上帝是渐行渐远。上帝不断透过他所差派忠心的先知去提醒、去呼吁，试图挽回这段婚姻，但是以色列却总是不把它当一回事。他们的金钱观也完全不一样。上帝借由律例典章提醒他们要时刻省察自己的生活，不贪图邻舍的物品，不做亏负他人的买卖。上帝借由他们的祖先的传统，也就是在旷野捡玛纳的这件事情，还有他们献祭时如何处理燔祭牲那些祭牲的处理跟分配，提醒他们，我们只要取生活够用的部分就好了，其他的部分呢，为要供应祭司利未人的需要，为要照顾孤儿寡母的生活。但如今这一切都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27节说，他们为了那些不义之财，像野狼抓撕猎物，流人血，伤人性命。这是以色列人的景况，他们的金钱观，因为他们的共同生活目标扭曲了，所以他们的金钱观也扭曲了。最后那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竟然搞外遇啊！以色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各高岗上拜偶像，毫无羞愧之心。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拜偶像，在拜偶像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我上帝还在那边看我，毫无羞愧之心。弟兄姐妹，当我们身为一位旁观者来观看上帝与以色列他们的这段婚姻关系，我们扪心自问，这样子的婚姻关系还能继续下去吗？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跟你是这样子，你觉得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以色列是如此，我们呢？我们跟上帝的盟约，我们跟上帝的婚姻关系，从我们在上帝与众人面前誓约受洗，直到如今，我们是否有好好的维持我们跟上帝的这一段婚姻？我们跟上帝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呢？我们在誓约的时候，我们在受洗，我们立志，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每一次有弟兄姐妹受洗，都会有誓约。每一次在那个时候，牧师都会提醒，注意听啊，那也是我们曾经在上帝众人面前的誓约。我们要记得，当别人在受洗誓约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当初是如何跟上帝誓约的。
在誓约的时候，我们立志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一生一世以服侍耶稣基督为乐。还记得吗？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好，请问，从我们立志成为基督徒直到如今，这些还是我们活着，还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吗？我们的服事到底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还是切实的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的喜乐为喜乐？我们是否有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因为当我们退出了服事，就等于是我们把我们本来应该我们背的十字架就放到了别人的身上，摆在了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在信仰群体都没有办法行公义，那我们到底还能行多少公义？我们是否行公义、好怜悯，看着弟兄姐妹其他的同工这么样的辛苦，这样子的重担，我们是不是有心存怜悯，帮他一下，陪伴他也好，扶持他，为他祷告等等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失落了那个怜悯的心肠？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有心存谦卑，与主同行呢？还是我说了算？服事的时候，大家都要以我为中心，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如果我们在整个共同生活目标，我们跟上帝的共同生活目标不明确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金钱观，就是我们的金钱观跟上帝的金钱观是否一致。在箴言书第30章有提到说，不知足的有3样，永远嫌不够的有4样。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否只取我们需要的部分，还是一直呈现一种不够不够不够的状态？不够啊，不够啊！上帝，我怎么样都不够，我的生活所需我怎么样都不够。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我想要的太多了，我怎么样都不够。当我们一直呈现一种不够的状态，我们是否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实际的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把那些应当用来建造教会，或是可以帮助孤儿寡母的钱，又全部塞回自己的口袋里。再来第3，我们是否有外遇的对象？在我们跟上帝的婚姻关系里，我们是否有外遇的对象？我们是否对于某一件人事物相当的执着？我们不想改变那些我们自以为严谨周密的计划与盘算。我就是这样计划好了，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考到这个学校，我就是要考到这个科系，我就是要进入科技业上班，我就是要如何。即使没有问题，其实呢，上帝也给我们梦想，给我们许多的理想，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很好。但是如果万一上帝已经出手拦阻了，如果上帝已经出手拦阻，我们还一直拼命的想要抓住，不肯放手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法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就无法心服口服的说出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的主，以至于我们总是会埋怨，总认为上帝你在跟我唱反调。我们跟上帝的婚姻关系是否已经陷入危机而不自知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进捕鸟人的网罗。如今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提出了离婚协议书，在离婚协议书里，上帝罗列了以色列背弃盟约的事实，也罗列了背弃盟约的下场。但是即使如此，以色列仍不回头。
仍然不回头。上帝一再的给他的子民机会，悔改的机会，回头的机会，但是以色列就是那个有落枕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硬着颈项的时候，脖子僵硬的时候，真的是不要说回头啦，连稍微转头都没有办法。他们就是一直硬着颈项，以色列人就是一直硬着颈项，怎么样都不回头。一场成功的婚姻必须是双向奔赴的，我想年轻人比较懂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词，就是夫妻双方都要积极努力，互相靠近，互相付出，真心以待。在我们与上帝的这场婚姻里面，上帝早已将他整全的爱，将我们所有的需要都摆在我们眼前。他的爱透过圣灵整个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以十诫的第一诫来说，除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上帝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的要求，是因为我们在他眼中也就是那独一无二的存在。新的诫命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上帝他希望我们能如此爱他，是因为他已经定义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不断的对我们展现他的爱，并且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反观我们对上帝的爱，却处处是捉襟见肘，充满盘算，生怕自己吃亏，是这样子的吗？但即使如此，如果我们真的很不幸，像之前的以色列人那样，上帝的爱仍然为我们保留，他仍然愿意为我们爱到底，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个人而已。是的，我们不过是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老是用这个做违背誓约、违背盟约的借口。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在罗马书第6章第1节说，我们不能仍在罪中，使恩典显多。一段婚姻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输出，如果只是单方面无条件的输出，绝对无法持久。对上帝是如此，对身旁的另一半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一直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总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在这个时代，个人主义盛行，夫妻双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跟判断，很难说到底是谁的理想比较崇高，是谁的目标比较正确，到底是你说了比较对，还是我说的比较对，常常也是争执的一个焦点。怎么办呢？夫妻之间到底是谁才需要调整？到底谁说的算？谁又该顺服谁呢？刚刚说到彼此顺服嘛，到底谁该听谁的？在前面有提到，要做到彼此顺服的前提是要对耶稣基督存敬畏的心。只有那一位说了算，只有耶稣基督说了算。在婚姻里，如果要做到双向奔赴，要互相彼此为着对方来付出的唯一的标准，那就是耶稣基督。只要夫妻双方的心里都有耶稣基督，心存敬畏，只要夫妻双方都愿意连结于耶稣基督，向着耶稣走去，那就是双向奔赴啊，就不会产生谁对谁错、谁高谁低的这种面子上的问题。很多时候，夫妻双方在争执卡住的时候，都会面子挂不住啊。我不想先说对不起，我又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对象、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句对不起、一句抱歉，或许会变得容易许多。
我们之所以愿意调整，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对方所在乎的一切，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愿意放下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牧师在撰写今天的结婚感恩礼拜的这个誓约词的时候，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个誓约词。牧师的脑海因为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以西结书嘛，所以呢我的脑海里就一直浮现了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在这个常把离婚挂在嘴边的21世纪，在这个常把婚姻的盟约当儿戏的世代，我们知道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即便他们的地点是在教会，也可能就是走个过场而已，就是要做给父母看的，做给阿公阿嬷看的，做给旁人看的，甚至于有的人呢，想说电影都这么演嘛，好像在教会办婚礼比较有 feel 这样子。先知以西结的提醒不啻为是当头棒喝，因此对于今天已经结婚35周年以上，经历无数人生的喜怒哀乐的夫妻们，牧师特别这个誓约的内容，或许有些人看了会蛮傻眼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还蛮接地气的哈。这个誓约内容呢，不只是要给结婚已经35周年以上了，特别也给还不到35周年的，哈，就是这些夫妻或是想要进入婚姻的人，你们也可以参考参考这样。这个誓约的内容怎么说呢？一开始一定是感谢上帝的安排，让我们彼此成为祝福，就是成为彼此的祝福跟陪伴。好，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问题开始了。我是这么写的，我说牧师说，虽然有时你无法参与我的喜乐，我整段先念完好了。虽然有时你无法理解我的愤怒，虽然有时你无法体会我的哀伤，虽然有时你无法认同我的快乐，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如何。虽然有时我没有办法体会你的喜乐，可能我们对于生活身为门徒的这个目标不尽相同，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对于越服侍越甘甜的这个感受不尽相同，以至于我在服侍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可是我的另一半说啊，做个这跳没冲啥，有必要做到这么累吗？我的喜乐他不懂，他的喜乐我不懂。或者是我们彼此对于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认定，可能也不尽然相同。所以当对方在夫妻双方的另一半在快乐的时候，在喜乐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这是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不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自己心里去盘算一下。再来就是，虽然有时你无法理解我的愤怒。我们对于不公平、不公义的反应可能不尽相同，对于道德行为上各种的要求可能也不尽相同。当另一半在生气的时候，另外一半可能想说：有这么严重吗？这种小事人们生什么气呀？这个倒还蛮常听到，对不对？我的愤怒你不懂，你的愤怒我也很难理解呀，有什么好气的呢？再来，虽然有时你无法体会我的哀伤，当我们碰到分离、死亡，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上帝有他的安排，何必一直纠结呢？有些人的哀悼期会比较长，有些人的哀悼期会比较短，这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可能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我们的另一半到底是在难过什么，到底是在痛苦什么，到底在纠结什么，可能我们真的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再来就是，虽然有时你无法认同我的快乐，有人喜欢上山，有人喜欢下海，有人喜欢长跑，有人喜欢烹饪，有人喜欢打游戏，有人喜欢宅在家。
喜欢宅在家的人就不懂那些他的另一半为什么一天到晚往山上跑，很累，然后又累又热，然后又有一些虫子啊什么什么的，他不懂，他无法理解。但是无法理解没关系嘛，你就放他去嘛。他上山快乐，你宅在家也快乐，两个人都快乐，不是很好吗？好，但是要互相理解，互相成全。我们走过，共同跟我们的另一半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感受真的不尽相同。即使如此，誓约继续讲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的爱隔绝。即使如此，即使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感受不尽相同，即使我们无法彼此互相理解，但是呢，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的爱隔绝。我们愿意在主爱里继续牵手，承接上帝所赐的产业。上帝所赐的产业，就是不论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就是教会这个大家庭，属肉体的就是指我们自己本身所生的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愿我们能够彼此在主爱里继续牵手，承接上帝所赐的产业。愿我们不负所托，以神为乐。这就是整篇的誓约的内容。愿主施恩赐福在座我们每一位正在婚姻里，或者是准备进入婚姻，或者是对婚姻有所期待的弟兄姐妹。愿主施恩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得以成为基督的新娘，成为可以一生一世相知相守的信仰。愿主帮助扶持我们，让我们无愧于你的恩典与呼召。凡看见我们的，都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是你的心腹，是你的新娘。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三角的音回应诗，圣诗456首，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圣诗456，请咱起立吟全首。耶稣的手扶持。
请坐。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奉献。请起立。请坐。公道，请咱为教会意向宣传正信道，万民该做诗。咱常常读圣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请咱为着下面几项开声来祈祷。第一，愿圣神帮助咱主目看耶稣，找到起初的疼，一生一世敬拜服侍主，做喜乐。第二，请咱为着咱的肢体，王兰姐、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黄银河、陈秀荣、杨若琳、许幼玲、林以诺、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春枝，他们来祷告。也为我们现在有4位在运程当中的姐妹来祷告：詹若瑜、吴以轩、陈婉柔跟林子瑜，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第三，请为我们明年度各团契会长改选，求主预备。我们要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无愧的工人。第四，我们为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所造成的严重灾情，求主怜悯、医治、安慰，赐下智慧、信心与盼望。我们为这些几项来祷告，开声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之下得以平安。主，我们每位花莲有故乡及附近所遭受的水灾来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亲爱的父神，在救助这个当中，主啊，求你施恩大能，帮助所有的人在疫情当中都能找你的主。谢谢主。父神，我在身体前，亲爱的弟兄摆在你面前，愿主你的灵同在，保守他们
亲爱的天父，阮在当阮祈祷的时，你就要互阮有气力；当阮恳求的时，你就要回应阮；当阮互相关心代祷的时，就要有好的结果发生。阮要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承认家己的软弱，需要上帝你的帮助。你是大权能的上帝，阮的求祷你拢知影。阮当心祈祷的声，主你嘛听见。你听运行伫阮遮的中间，你的确要借着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全阮美好的事。阮阁一摆将花莲光复乡受灾的难民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平安稳定伫因的中间，甲因同在。即时阮也要当心，用你所教阮的祈祷文，安尼三甲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各个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预告观音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过来的时间，咱要交互婷依执事甲博彦执事，是结婚35周年以上到60年的感恩欢庆同颂主恩。我们将这时间交给婷依跟博彦两位执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啊，我是婷依，啊，伊是博彦。好。哎，大家好。好啊，那阮即马先来介绍一下，大家知影啥物是珊瑚婚无？珊瑚，对。海里面那个珊瑚。珊瑚啦，是的，我发音不标准是不是？珊瑚就是对珊瑚啊。那珊瑚婚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请。然后我来这里为大家解答一下珊瑚婚的意思。珊瑚是嫣红而且宝贵的，它表示婚姻经营的非常出众且珍贵。珊瑚婚的意思是这样。哦，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珊瑚婚，我觉得我只是很单纯的想到是35的感觉，哦，很像谐音35，珊瑚。好，那大家知道一年的时候是什么婚吗？纸婚，就如同一张纸一样。还很容易就撕裂了，所以35张纸加起来怎么样？也很难说。好，没错，但是我们35不是35张纸，我们是珊瑚婚。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欢迎。好，第一位我们珊瑚婚的夫妇，就由我这边来欢迎他们进场。有没有听到这个配乐？这个下去就非常那种有感觉，让我们重回当时我们结婚走在这个红毯上面的那种誓约的感动。那我们等一下就用我们的掌声跟尖叫声，一起欢迎我们的第一位珊瑚婚的吴五郎长老以及许丽娟长老夫妇。他们结婚了37周年，经历了非常多风风雨雨，平常也没有在牵手的，今天走在这个路上，感觉非常的漂亮。非常美的画面。好。陆校长，我们请先来到这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等一下，我们那个后面不要走太快哈，你们又太紧张了，对不对？太紧张哈。等下第一组示范组，大家后面不要走太快哦。好，来，我们请牧师来颁发。来，一起来拍个照。用最真换最真。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往后看，再来看一下第二组，是我们的潘宇元与吴雅玲长老夫妇啊，他们结婚了38年，请走慢一点好不好？平常也没在勾手的啊，趁这个时候多牵一点手啊，牵一点手。然后，那请一节牧师来颁发证书。你擦亮我彷徨的眼神。好。
好，再来我们第3会珊瑚婚的夫妇是我们的陈恩德及洪丽慧夫妇，他们结婚了39周年，让我们尖叫声欢迎他们。这个婚姻是很珍贵且经营非常的出众。那我们请知美牧师来。在海角天边也要一起与接下来再来下一对，就是他们结婚40周年。还没有，我们要先介绍一下，40周年是红宝石婚啊。红宝石婚的意思是什么？红宝石非常的名贵，且非常的永恒，表示有40就有50就有60。哇吼！那我们就请您来介绍第1位进场的是谁？是我们的好，我们先欢迎40周年。用尽了好多疑问，但始终不变，与你相连到来生。用最真换最真，患难也愿能同行。好，那我们现在结婚41周年，让我们欢迎苏胜琪、廖凤珍夫妇。啊，声音掌声不够大声啊！大声！这个红宝石代表的是珍贵难得，红宝石需要经过非常时间的淬炼才能形成。我们一样用掌声、尖叫声欢迎他们！携手走过了40年的岁月，一起度过了同甘共苦的日子。好喽，下一位是我们要进场的，是我们的翁冠文以及杨淑慧夫妇，他们结婚了40周年，让我们也欢迎他们。没关系，慢慢走就好，慢慢走，再享受这个红毯的那种感动，享受一下，享受一下。接下来是43年喽，不得了！42周年，让我们欢迎陈文和长老、吕胜梅长老夫妇。哇哇！来哦，掌声加尖叫！这个热情跟爱情，红宝石充满代表鲜艳的红色，充满热情，永不熄灭的爱火啊！呜呼！圣经雅歌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让我们接着欢迎下一对。我们下一位进场的夫妇，他们结婚了43周年，他们是张惠良以及张明珠夫妇。红宝石也有代表坚韧与持久，象征婚姻的坚持。夫妇经历无限次的磨合，才能磨练出坚不可摧的爱情。梦变真，幻变真，用尽了好多疑问，但始终不变，与你相连到来生。用最真，接下来换最真，是44周年哦！哇吼！让我们欢迎黄世和跟张美美夫妇。再大声一点！太棒了！呜呼！
刚刚是红宝石嘛，现在要换成蓝宝石了。蓝宝石就是45周年以上， 45周年开始，对，45周年开始以上。那蓝宝石是什么？那我这里来说明一下蓝宝石的意思。蓝宝石是璀璨且值得珍惜的，哇，多美啊！蓝宝石。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第一位蓝宝石的夫妇，廖继勋长老以及洪月清夫妇。蓝宝石是有智慧且真理，它要挥手啊，要挥手，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的夫妇，让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颁发他这个证书。用最真换最真，患难也愿能同行。在海角接下来是46周年的，再来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牧师以及牧师娘，是我们的纪元安牧师以及赖淑珠夫妇，我们欢迎他！挥个手，挥个手，挥手。这是何等璀璨且值得珍惜的！在圣经马可福音有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再来是几周年呢？47了，来到47了。哇！等一下会不会有100了？有点太扯了，是不是？太扯。那我们的47周年了，来。那47周年就我来这里，是由我们的郭仁基长老及吴阿涵夫妇。太漂亮了，我的天哪！让我们的目光放在中间，让他们欢迎他们。挥个手，太漂亮了！哦，今天有搭配哦，有搭配，今天有搭配哦，颜色有搭配。飘落你心中，仿佛有人共赏。哦，连这个证书的那个颜色也搭的，真的很漂亮。哇，厉害厉害！接着一样是47周年，对。好，再来一样是47周年的，那一样让我们欢迎陈周阳以及刘志玲夫妇，让我们欢迎他们47周年蓝宝石婚，重回当时在十字架面前与上帝誓约的那种感动，让我们欢迎他们。在海角天边也要一起与老公。哦，接下来天哪，不得了了！天哪，我们刚刚讲到47，对不对？47再上去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没有啦，我们要跳到50了。50叫什么婚？金婚，金子的金，金婚。来，我们博彦，来，我来说一下，金婚50年嘛，表示了半个世纪嘛，对不对？哇，它是金婚，表示婚后第2大的庆典。我天哪，这是什么？表示夫妻的感情就像什么黄金一样的坚固。哦哟，哦，爱情历久而铭心。哇，多美啊！天哪，天哪！那我们是不是事不宜迟？黄金很贵，很贵，超贵，现在超贵。哇，那他们这个婚姻真的很贵，一定很贵。哇，比黄金还更贵，历久弥新，像黄金一样坚固。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张正道长老以及高丽清夫妇，让我们欢迎他50周年金婚！金婚表示珍贵与永恒。恭喜恭喜！呜呼！哇哦！进入50就是金婚之美了，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哦，他们快要到下一个阶段，他们现在是54周年了哦。天哪，54周年，那是谁呢？林朝泰牧师与吴慧英夫妇，让我们欢迎他们！呜呼！
黄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以及地位的象征，它的价值历久不衰。将50年的婚姻表示作金婚，这场赞扬的婚姻表示珍贵且得来不易。我们欢迎夫妻两夫妇，呜呼！我发现一件事情，只要过了那个从蓝宝石开始啊，这几对夫妇都有搭衣服哎，真的有搭，从粉色到像蓝色，刚黑白的，太棒了！哇，接下来不得了哦。但是下一个层级大家是什么？知道是什么吗？没有55上去是我们5年一个集聚啊。对，60年是你们刚刚说的，对，钻石没错，但是现在的 range 是55到59，对，对，翡翠，对，翡翠，是翡还是毁？是翡翠吗？是牧师刚影响我翡翠哦，翡翠哦，这个各位是翡翠。那翡翠婚的意思是？这里我来说明一下，翡翠其实很坚固的，它所表示夫妻。他会经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包容，这份感情如同翡翠般的坚固且珍贵。我天哪，光彩夺目，光彩夺目，闪耀啊！没错，箴言说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让我们欢迎我们现在建成教会。走过59个年头，15对当中最久的，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及尖叫欢迎我们的苏天福以及林纯之夫妇！哟，呼呼，呼呼。我想的，在上面这每一对都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没有错。特别我也自己看到我的爸妈在上面，还要看到这些长辈在上面，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追寻目标。要卫生纸吗？不用。好好。结婚快不快乐？虽然有时你无法参与我的喜乐，但是你还是要保持快乐。Yes sir。OK， 太好了，来。好，我们请牧师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祝福在我们台上15对，虽然是旧人的，他们的心要一天心思一天。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建成教会这么多长辈的身上，让他们的婚姻走过了35年以上的这样子的年头，这是不容易。主，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的喜怒哀乐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契合，但是主因着你的爱，使他们彼此之间的爱也永远长存，使他们彼此之间的爱能够破除突破这一些的不一样。主，谢谢你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牵手，再继续携手同奔天路。我们将阿们。我们请夫妻们彼此拥抱一下。哇吼！要 kiss 的也可以，要 kiss 的也可以，要亲亲的也可以，要 kiss 的也可以。我们拍照一下，拥抱一下哦！哇，拍照一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哇！要亲亲的也没问题哦。好。
想当年，我们也是跟台下的年轻人一样，脸上没有皱纹，都还年轻。结婚35年之后，看看彼此，多了个皱纹了。年纪虽大，但是心还是年轻的，感谢上帝。接下来呢，我们将时间交给教育部宇翔长老，我们来颁发奖学金。好，刚刚非常喜乐，那个是我们的长辈们。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来颁发奖学金呢，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希望啊。刚刚看到长辈和阿公阿妈们结婚那么久，以后想不想结婚？想啊，想，很棒，很棒。对吧？他们很棒啊，很棒的榜样，所以以后好好表现，好不好？谁说不想结婚的？骗人！好 ，OK， 那我们今天是要颁那个下学期的奖学金，然后我们先稍微讲一下，我们这边写国小有黄木成，那木成是已经升到国中了，哦，但是因为他是领国小的奖学金，所以我们这边先稍作说明。还有纪云也是升高中，子爱是升大学 ，OK， 好。那我们依然鼓励那个大家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哦。那我们的教会的奖学金呢，是只要在教会有稳定的聚会、稳定的表现，我们就基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教会奖学金。那学校的奖学金只是参考而已哦，因为学校的成绩是世界对这个孩子的定义，我们注重的是孩子跟教会的关系。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颁发奖学金。待会比照刚刚进场的那个掌声，我们要来掌声一下啊！国小有我们的黄木成、于木光、蓝泽清、黄木琴、林永宁、廖子安、邱祖佩、蓝泽香、邱主席 ，OK， 接下来国中张佑哲、廖一柔、张继云，高中林子爱、余秋雨、张佑佳，大学吴爱轩，好。啊！金色奖学金，掌声一下！金色奖学金。好，我们请牧师来颁奖一下。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祝福。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赐给这些孩子这么宝贵的，可以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一起成长。主，求主你把智慧、力量、信心、盼望放在这些孩子的心中，让他们在他们求学的阶段都能够因主以主为乐，
让他们可以凡事都能依主你的道路为道路。我们这样的祝福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产业。现在我们来看周报。我们翻开周报的内页，来看教会消息。刚刚我们举行过的结婚35周年，一直到60年的感恩礼拜，愿上帝施恩祝福这15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家庭。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在耶稣基督里继续同心同行，以神为乐。第二点，也是刚刚我们进行过的本主日颁发教会奖学金颁奖的名单，就如周报上登的，刚刚我们也看到的，请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第三点，10月4号就是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四，下主日就是10月5号举行本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坚信礼设立汇集者向牧师来报名，以利安排相关事宜，亦请预备自己，心存感恩与敬畏，及与主同坐席。第五，下礼拜下午4点，教会1楼要举办中秋烤肉，已经报名的请到干事那边缴费。第六，第4季就是10月到12月的胡适排班表已经张贴在公告栏，请各团契赖群组需要纸本的弟兄姐妹，请到1楼招待桌自由索取。第七，今年度的第4季就是10月到12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请自行到那个招待桌去拿取。我们按照进度每日读经、灵修，经历神满满的爱。中会的消息，我们注意来看，针对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所造成的严重灾情，阿美中会社教部已经于第一时间于大巴朗教会设立灾害应变与救援的中心，统筹前线救援、灾情通报、物资调配与牧养关怀等，请弟兄姐妹自行为灾区的需要奉献。奉献的资讯已经刊登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网站，请多加利用。奉献的部分，请我们自己看，如果有错误，请跟会计或出纳来订正。以上，我们来吟上吟512首，上吟512首。唱诗说来领受祝福。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献弥愿天之笔，提杯上天受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别倒避讳。请咱到1楼享用爱餐，咱也多谢总务部为咱铺红地毯，互咱今日结婚纪念周年有红毯可以走。